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号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大陆个败马事件，今仔日第4天，昨半暝2点外，第5节车厢已经救出崩坑，现场伤心的情形，咱连线予记者杨淑晴。 今仔日是苏公巴泰罗5号抢救的第4天，目前第5节车厢已经伫今仔日，也就是7月的半暝2、3点左右拖调出来。为画面中会当看到第5节车厢沿着铁轨路准备拖去河津火车站，所落来重点就是第6节车厢的处理。谢谢。最二节转向架下面那一位应该是有办法救得出来。对，我们是尽量希望今天能够那个。 完成好，谢谢。因为第6节车厢下底也有一位罹难者，大约伫7点半左右，发现地检署已经抵达现场，推测可能会身体伤严底伫咧第6节车厢下底遗体，嘛先将罹难者刷出来，再来进行第6节车厢的拖吊作业。以上就是记者杨淑晴、林玉凯伫现场的报道。 这届代替败马事件造成50人死亡，至少200人受伤。工程的负责人李义雄昨日是以50万交保护，检方不服提出控告，昨暗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昨下晡李义雄嘛回失礼，也毋过伊的公司义雄工业社过去有真侪届违规的记录，外界嘛质疑讲为怎样阁冒会到工程呢？代替是解释讲哦，虽然捌是黑名单的公司。 也毋过期限已经过了，才阁有冒工程的资格。对警备车行落来，义雄工业社负责人李义雄对记者的问题拢无回答。本来是50万交保，经过检方控告了，高等法院伫随时再起撤销原裁定。法院第二重开羁押庭，暗时裁定羁押禁见。在审酌。 李义祥先生之前曾经指示员工绘图，而有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的情事所以认为有事实足认李义祥先生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或证人的高度风险。法院庭指出，检方提出各项证据，认为李义祥犯罪嫌疑重大，所以裁定羁押，并且禁止接见、通信、接受物品。 开羁押庭进前，李义雄回失礼。本人在此深表懊悔，并致上最诚意的歉意。本人一定会配合检调的调查及侦办，负起应有的责任。自头到尾拢照顾念，行礼了就被警方抓走。伊的公司过去违规记录真多。 也是政府采购公布黑名单，列做负责往来厂商1年。外界质疑讲，为什么一个人承包工程？代替讲，义雄工业社是98到99年被列做负责往来厂商。这边工程是108年开工，已经过黑名单的时间，才有法度承包这边的工程。也没有违理动为发包的单位，你不是说把工程发包出去就算了，你也是要去监督啊。 最是有网友打出乘客伫咧司法现场翕到李义雄出现伫咧面部的相片。记者迄天到现场访问车顶的乘客时阵，也敢有翕到李义雄。画面倒边穿蓝色衫、普色裤的查甫人，穿擦杆身形甲李义雄拢正共款。互人质疑为什么伊甲检方讲代志发生迄当阵，伊人无伫咧现场？这件事故也互外界检视现行的安全管理系统甲体制是毋是适合？有学者讲，台湾一向拢无注重安全，无当作基本观念要求。无论是代替或者是建造单位、施工厂商，拢有分级品管甲安全的责任。就像金利他共款，一层一层有各自应该爱做的工作，代替毋是拢无责任。 把事情调查清楚之后，才知道是个案的问题，是通案的问题，是人的操作性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而不是在一开始就说叫谁下来负责等等。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反而不是你只是在猎污，你不是在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跟改善问题。运来会伫咧最山已经找到太多个行车记录器，画面已经下载完成。作为杨凤池讲，伫列车通过进前，工程车就已经跋倒伫咧铁轨路顶头。 太多5号看到时阵已经袂活动，因若工程车深受扭手动啊，无法度自工程车行车记录器找到答案，会阁找其他的线索来证明。记者综合报道。
交通部长林佳龙昨半暝嘛伫面册发文，讲发生这么严重的意外，身为交通部长，伊当然爱负全部的责任。伫代志发生的第一天伊就向总统跟院长辞职，这嘛是上基本的负责。目前伊会继续拍拼善后，伊嘛强调讲，伊绝对袂留乱职位。卡伫咧磅空内第40车厢，车体总算伫咧随时尾暗6点多，慢慢地拖出来。因为早起运安会伫咧现场，敢若找到两司工程车行车记录器，拖离工程不停来。这个运安会他们在隧道口有察觉到新的这个物证，那他认为还有继续搜寻的必要，所以就请我们暂时停止施工。初步的了解是翻滚下来货卡车车上的行车记录器，它应该有2片记忆卡，那看到了1片，他认为应该还有1片，所以现在努力在找这1片。继续伫咧抢通。工程人员讲，因为第5节车厢变形甲正严重，拖出来工作会较困难。本来按算讲，当正线伫咧初8会当通车，则因为列车机弄到磅空，可能有结构损害疑虑，所以通车的时程一定会延后。初步的评估报告20月出来，到时就会确定拢安全才会开放通车。车厢整个是跟我们的隧道的结构是直接相撞啊。所以他还担心这个整个结构有没有受损，大概有8个技师现在在现场哈。那他们初步的评估，大概2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出一个报告。如果在4月22号报告出来没有问题，那我们就通车。交通部长林佳龙对外界关心伊的气流，伊讲袂会撇，暗时也伫 FB 发文讲。伊希望天公伯啊保庇乘客拢会当平安被救出，不过每传来一个歹消息，伊的心内就更加痛苦。讲伫代志发生的第一天，就已经向总统甲议长请示，伊绝对会负完全的责任。抢救、抢修，还有整个善后工作，好，那负责任的事情我不会这个回避。2019年1月14日，林佳龙伫苏贞昌内阁正式上任，伊任内捌发生过台湾史上第一遍机师大罢工，远东航空无预警停飞，甲今年3月份的苏花公路游览车弄山壁造成6死的重大交通事件，也不因为聪明的用路人这句话互人批评。伊上任到即马2年外，经过几多遍的风波，即马因为泰鲁阁事件决定要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早暗天气会较凉冷。咱来看云图，今仔水气减少，各地拢是多云好天，嘛会较大冷。早暗的温度会差真济。今仔透早温度上低是伫新北市，只有12度。冷空气的影响会到明仔载透早哦，明仔载到拜三，各地嘛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只有东半部会落淡薄仔雨，温度嘛会淡薄仔回升。北部阁有东半部温度上悬，会到22度到26度；中南部会到28度到29度。拜四又阁有第2波的东北季风，一直会到拜六，天气会阁变啊较凉冷哦。北部东半部阁有中南部的山区，卖落淡薄仔雨。其他的地区云会变多，也毋过这波的水气哦，水量是无介济，可看的情况哦会阁继续，观众朋友也是会阁继续升水。再来看南投离外潭的水位哦，一直在降低，目前甘那村2个码头可以使正常运作。另外，台中、苗栗甲北彰化地区，明仔载就要开始分区送水咯。水公司嘛安排300外的地点，互民众会使来提水。河边的铺排加码头查几落站老悬，袂输敢若伫咧爬行，行的时阵爱正细腻。连续假期来日月潭耍，民众讲，甲以前的风景差真多。就觉得水位可能比较低，所以有比较一些有光秃秃的地方。对，不像以前。根据水利署的资料，随时下到3点，日月潭的跳水率即个若剩31.9%，水情愈来愈严重。立管处也伫咧4月7日，甲现公司甲交流2个码头关起来，即个若剩一大少甲水车正常运作。台电的台关发电厂讲，今卖水量会当冻到5月初。另外，台中、苗栗、北彰地区吹头要开始分区供水，水公司也部署338个储水点。原则上，我们的配置就是1个里1个，管线末端或是比较高的地区呢，我们也会配置一个供水站。有特殊需求的，我们的水车会巡回。自来水公司讲，
除了即寡渗水的所在，伫咧广线尾流抑个地势较悬的所在，也会机动性加强设置。另外，抑个52个工地放流水免费互民众使用，希望甲限水的影响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澎哥日报》。今仔是清明连假的最后一天，高速公路局预估，各道交通量是普通时的1.3倍，包括国一北上南屯到后里顶北的路段会较到塞车。各道免收费的时间是到透早10点结束，所以嘛建议民众会使利用免收费的时段提前出发。再来看《自由时报》，交通部预告要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按算甲恶意逼车的处罚对24000块提悬到36000块，若是有刑责会使加重1/2。新型车无驾照驾驶罚款嘛要对12000块提悬到24000块，佫会使当场来扣车。另外，上牌停车3分钟以内本来是唔免处罚，即马上悬嘛使罚1000。若是立法院伫这个会期三读通过，上紧今年底就会使实施。再来看《中国时报》，新北市规定讲学校，阁有20道以上的餐厅，实在拢必须爱强制来标示出产地。这个政策即马嘛协连锁的早顿店、连锁的超商佮便宜，阁有百货公司卖食的所有业者，嘛拢必须爱去网络登记实在的产地。以猪肉来讲哦，若是使用进口的猪肉，就必须爱有莱克多巴胺的检验报告，上紧6月份就会实施。再来看，来向 COVAX 注文的 AZ 疫苗头一批昨早起送到桃园机场，也毋过这批疫苗期限是比顶一批搁较短，干那到5月31，所以指挥中心是按算讲要来赶紧评估，嘛来开放予较侪民众来注射。另外，昨午咱国内嘛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病例。飞机机转的门开开了，飞12点钟的时间，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送来199200桶 AZ 有风车，伫透早5点29分送到桃园机场。这是咱国透过 COVAX 所买的。这款有风车本来是定2月到5月之间会送来台湾，因果所因为全世界拢伫咧欠有风车，也个配送作业延前。所以，这款有效期是比顶一批 AZ 有风车更加短，只可能到5月31。第一波的人，他的接种率大概只有差不多10%左右了。那就是说，我们开放以后，我们还是用我们一开始决定的优先顺序来接种疫苗。那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如果还没有打完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面开放。医生讲 ，COVAX 会优先甲有风车供应户疫情较严重，或者是经济较弱势国家。台湾摕到有风车的时间，甲其他亚洲国家差不多，并无特别慢。另外，最近伫荷兰、法国、英国，各在传出自 AZ 有风车了出现肺癌甚至死亡的案例。荷兰更加伫初二紧急宣布，60岁以下是暂停住，也个外界担心是毋是影响个人自 AZ 有风车的信心。55岁以下的女性有时候会接受女性荷尔蒙的治疗，这些其实本身就会引起血栓的风险。医生认为，并无明确的证据显示有风车会直接引起肺癌。目前台湾也是建议，伫咧做有风车进前28天，暂时先莫接受女性荷尔蒙的治疗，以免做有风车了有不良反应。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的新冠病毒疫情各个管道，全球病例数已经超过13000万例，死亡的人数有285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台湾暂时增加2个病例，目前是1047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7000例，日本超过47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和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100万例，巴西超过1290万例，印度嘛超过1240万例。伫欧洲迄边，英国嘛超过437万例，法国是超过488万例。再来看美国伫中东的友邦约旦。往时是发生变故，前王储哈姆扎甲伊身躯边大约20个人，有人互软禁，有人互掠起来的事件。约旦的副总理是表示讲有证据显示前王储涉嫌交结外国势力，危害着国家稳定。
也毋过哈姆扎初三冇公布一段影片，伊是指控政府镇压批评者领导该站无能，嘛否认讲有计划要夺权。伫约旦军方逮捕几位国家的高官，正妄图哈姆扎也讲家己面冷饮料。约旦副总理艾玛阿沙法迪随时讲，威胁约旦安全甲稳定的行动已经被挡来。وقام سمو الأمير حمزة بعد ذلك ببث رسالتين مسجلتين باللغتين العربية والإنجليزية في محاولة أخرى لتشويه الحقائق والاستثارة التعاطف المحلي والأجنبي وبما يعكس نواياه وحقيقة النشاطات التي يقوم بها منذ فترة والمتضمنة التحريض والعمل على تجيش المواطنين ضد الدولة بما يمس بشكل غير مقبول بالأمن الوطني. 今年41岁哈姆扎是伫初三，由律师发布一段内容敏感的影片。 إنهم بيحذروني إني ما أخرج من البيت وما أتواصل وممنوع إني ألتقي أو أتواصل مع أبناء هذا الشعب وشاهدنا الترهل والتراجع والفساد اللي نخر البنيان هذا العزيز اللي كنا نفتخر ونعتز فيه. 哈姆扎是约旦已经过身的国王福生，家伫美国出世的第4任看守女儿王后的大汉后生，也是现任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共被告母的小弟。阿卜杜拉伫福生过身了上会，任命哈姆扎是王族。2004年，国家的王族地位提掉。约旦是美国伫咧中东的重要盟友。路透社报道讲。 英美的官员讲，约旦甲阿卜杜拉二世是重要的伙伴。葡湾几落个国家拢表示支持阿卜杜拉二世。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咱再来看西班牙人口上济，南部地中海外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最近是正做卖毒集团甲走私毒品入境的管道。顶个月中甲这个月初警方伫无同款的地点查到5栋大麻原料甲半成品阁有600公斤的古柯碱。 公警的警方破门撞入去，伫咧面体内底敲出卖毒集团的手机等等联络的工具，阁有卖毒所得的部分资金。警察马上带入去房间内底，敲出任何可疑的毒品。这段画面是进行伫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外海，警方追缉卖毒集团快艇的情形。伫咧认卖了后的海沙堡，已经蹲大批送入陆地准备运走的大麻原料甲半成品，阁有运送毒品的车辆等等。 前后查到的大麻原料甲半成品超过5栋，互掠起来卖毒集团成员有100人。互警方带一条的是，卖毒集团甚至有高速的小型潜艇，将毒品对北非运去西班牙。外电报道指出，安达卢西亚甲北非国家的摩洛哥距离敢若数10公里。除了过去这几年有大量非法的移民进入欧洲，最近嘛是卖毒集团走私的路线。 经过调查发现，毒品成功上岸了后，卖毒集团就以运送水果的卡车做暗号，先往北进入法国，再运送去欧洲，供应予大中小盘的毒贩。顶个月中，西班牙警方嘛伫首都马德里破另外一个卖毒集团，查到的古柯碱有600公斤。另外，除了相当新台票2300多万的资金，阁有包括法拉利跑车的名车，阁有真侪火力真强的枪械。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 来看英国正出名的观光小镇乌潭镇，上出名的是伊的滨海步道，也毋过这几冬煞变甲真稀微，真做是全英国上善者的所在之一。最近因为疫情，真侪民众的生活拢出问题，当地主管机构嘛无法度应付需要斗3工的民众佮需要排队来等待支援。伫英国英格兰西北部的乌潭镇。 著名的海沙堡甲乌潭塔等观光景点，吸引真侪游客。不过，其实这是英国上善者的小镇之一。真侪咖啡厅、商店，伫疫情大流行之前就已经无伫咧营业。防疫的限制措施，更加是对本来就歹经济造成更加大的打击。有愈来愈多的居民，怎么拢靠食物救济伫咧过日子。 If it wasn't for these people, I don't know how any of us would survive. You have so many people, it's unbelievable. Without these guys, I'd be in a really bad situation if it weren't for these guys. So I've got a whole family, you know what I mean? And they help me out so much. 这间慈善机构记忆稳定，9年前创立，疫情之前每礼拜服务人数250人，这么增加到400人。 而且需要帮助的人的类型也改变。The profile of the people has gone from homeless people, rough sleepers,
people in addiction, people lost in alcoholism. 2, working people, hard-working taxi drivers, people cleaners, people who have got full-time jobs at the council. We've got desperate people coming asking to volunteer as well because they're going out of their minds with boredom. 乌潭镇不是英国正热门的观光景点之一，不过这几年真侪廉价航空公司，所以真侪人拢出国去耍。慈善机构本来就伫咧帮助经济落后的民众，怎么拄到疫情，互因的救济能量愈来愈无够。慈善机构 HomeStar 第一遍因为应付袂赴，拒绝申請救助的民眾，怎麼等待救濟名單有40%連加。I think the damage that COVID has done to people's self-worth is going to take a lot longer to bring people back to being really confident again and happy and think this isn't going to happen again. 英國新冠預防車注射的速度是全世界上緊的國家之一。政府宣布非必要零售店也個戶外用餐上緊會當伫4月12開放。這麼因為疫情，短期內恐驚無法度開放國際旅遊，所以真濟英國人這麼攏伫咧國內耍。和這座英國的小鎮有機會有更較濟遊客來遮耍，會當講是化危機為轉機。公司新聞林浩如編輯。今仔國際上閣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點台灣來看世界。首先是保加利亞舉行國會選舉哦，出口的民調是顯示講總理小小的政黨，同款會是上大黨，也毋過只摕到25%的選票，可能就愛組織聯合政府咯。再來看印尼東部閣有東帝汶禮拜落大雨，造成土石流甲做大水，有超過50個人死亡，幾啊十個人失蹤哦，嘛閣有幾啊千人無厝通住。死亡的人數嘛有可能會閣再增加。再來看南韓的疫情哦，閣變嚴重，已經連續5天，每一天攏增加500個病例。嘛有可能是第4波的疫情又閣拖翻頭，政府嘛計劃要來加強防疫。再來看4月7日出發的台灣甲帛琉的旅遊氣泡頭一團，伫昨暗10點半嘛已經回國咯。這批遊客哦是經日式的安全通道，甲其他的遊客分流入境。頭一團的旅客是表示，即屆去帛琉，親像要做國民外交，佇疫情的期間，閣會使出國去佚佗，真正是非常的幸福。第二團哦，嘛伫昨下晡出發，也毋過只有13個旅客哦。旅行社是表示，為了推殺帛琉旅遊氣泡，只要有人報名就會出團。台灣甲帛琉旅遊泡泡的出發團，佇初時下晝出發，只敢若13名旅客。為了成團的旅行社業者講，為了要推廣帛琉的旅遊泡泡，只要有人報名就會出團。基本上，我們公司其實是很希望可以推廣帛琉的旅遊泡泡的，所以即使是只有2到3位旅客，我們只要有人報名，我們公司就會派領隊隨行出發。所以不管有多少人報名，我們公司都會出團。出發團13名旅客採檢攏是陰性，下晝出發的班機也在小發團200位旅客返來台灣，佇隨時暗時10點30分到桃機場。機場公司高規格設列車安全通道，維設入境的動線、專屬的購物，攏甲其他航班的旅客分開，也加強清潔消毒，保護參加旅遊泡泡旅客安全及健康。按照地上腳印依序往前排隊，準備好手機、護照，等待人員協助。小發團的旅客講，這邊去敢若是伫咧做國民外交，會當出國算真幸福。覺得好像是包場的超級 VIP 待遇，而且我們覺得這次出去可以做很好的國民外交。他們都一直問說台灣台灣台灣這樣，我們就一直回答啊 yes yes 台灣台灣。我覺得非常的物超所值。因為整個島好像都是為了我們而開放的。旅客回來了，會受到衛福部所寄的健康申報憑證檢視。不過有關旅客未揮換 SIM 卡和通關的時陣脫掉的白加路等，機場公司講會檢討。基本上來講，因為是在國內，我們用的國內的 SIM 卡來做這個事情。那萬一在這個其他國家或者有其他地區要換用其他 SIM 卡的話，能不能夠相互的這個結合，我們再跟 CDC 來做討論。對帛琉的旅遊泡泡團，昨來尾期無啥好，華航講已經主動降機票的價格，會甲旅行業者最近招行李，也最近承擔風險甲損失。記者綜合報道。
咱再来看，目前大陆国败马罹难者，经过证件甲 DNA 比对，50个死者内底有48个人身份已经确定。华人地检署是指出，因为佫有遗体还未确定身份，所以死亡的人数有可能会佫修正。尽量帮忙做，然后可以让不幸的罹难者可以早一天回家，就早一天回家哈。审判会罹难者家属尽一份心力，华人器科医师工会理事长去华人殡仪馆提供协助，利用翡翠器数量，健保就医这资料成功为一名，真歹变色的遗体找到家属。他的头部是比较完整，大概还有完整的齿列可以来做检查，去检查口内有没有缺牙的状态，然后做假的部位，好跟数量。那大概看完之后，我们再去找他的就医记录。但是泰鲁国河伫花莲发生重大弄车事故，造成严重死伤。经过证件甲 DNA 比对，已经有48人确认身份。在第6车的尸块，经过他们 DNA 比对，是原来已经确定罹难者的其中的这个尸块哈，身体有一部分，所以变成我们又减了一个人哈。本来以为这一个是另外一位哈。那现在50人里面确认名字的有48人，那其中2个人非常的难这个确认哈。目前比对所求者作业仍在继续，检方指出，目前伫罹难者当中，还有比对无符合的无名氏的情形，甲车厢内底无法度锁定来遗体，所以民众确实怀疑有家属倒伫这帮列车，引起北检大当地检署或者是华联市立殡仪馆指认，或者是采 DNA。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道2号机场系统东向4.4公里的所在，伫昨暗9点外，有一台轿车并车，车内有一名大约30多岁的查甫驾驶卡伫车内，消防队员用40多分钟才将人救出来，严格这驾驶已经过往。初步查看以后，驾驶受控车内，大概在经过那个救护车还有消防大队破坏器材，才有办法把人将来从车内拖出来，送到桃园市人民生医院急救。国道警察表示，这台车有可能是家己启动着造成并车车顶只有驾驶一个人，人救出来的时阵已经无喘气，详细车祸的原因还搁调查。再来看高雄的秋冬季节空气品质拢真歹，严格最近已经到春天了。高雄大部分时间的空气品质也是无介好哦。昨下晡就有一场反空气污染的游行，要求政府今年爱甲新达电厂的涂炭机组全部拢停掉。民众因行动局甲空气污染保护组魔鬼，会侵害全民的健康。南部反空污大联盟第一遍伫儿童节办反空污大游行，希望政府重视空气污染。桥仔头虽然无啥物工业区，但是雨塘大的工业区热起来，所以我妈妈定定会下句，我甲爸爸嘛定定判白。游行呢不是特效药，但是呢，你没有一直逼、一直逼、一直叫、一直叫，那么高雄的空污是永远没办法改变的。游行有20几个公民团体300万人参加，主办单位讲，伫6岛内面，高雄人的平均寿命上低，婴仔的死亡率上悬，气算岩10年平均发生率的成长率上悬，要求市府今年就予兴达电厂4座燃煤机组拢停落来。高雄往年拢是秋冬季节空气污染严重，今年一直到4月空气品质也是无好，像吹市全高雄7站只敢若2站是普通，其他拢是感觉式提醒。即便这些年来做了很多减量的努力，可是因为气候的条件越来越严峻，所以导致空污的情形也相对严重起来。所以减污煤跟减碳是已经刻不容缓的事情。北部或中部应该要来发展这个，不管是绿电，或者是这个天然气的一个发电，这样自己的能源，自己的供需应该是自驱，要达到一个平衡状态。接过款团的电政署，但期迈答应讲，未来不准讲设置燃煤机组，兴达燃煤机组也会提早除役。不过款团要求的今年4台机组全部拢停来，有执行的困难度，市府会甲进度催较紧的。记者综合报道。
昨有一个耍飞行线的香港游客哦，对玻璃的虎头山起飞受到气流的影响哦，就伫南投一个游乐园降落。虽然无造成意外，也毋过游乐园内底有真侪设备，游客嘛真侪，所以实在是真恐怖。民众伫游乐园抬头一看，有飞行伞飞过去，不过愈飞愈远，关度嘛愈来愈低，竟然真正落入咧游乐园内底，保全竟然赶去了解。一个不小心，就是其实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意外，或是一些公安的一个问题。民众感觉真危险，年假期间，乐园内底拢是游客，就甲讲有人被波及。3号南投虚地游乐园内底，常常有飞行伞的玩家破遮伫园区内底。园方人员初步了解，这来自香港的玩家为玻璃虎头山起飞，所以因为气流影响，迫降伫20外公里外的虚地乡。我这边有台湾最高的自由落体，还有九足缆车，其实那个塔数都很高了，而且很多的这个游乐设施跟游客，所以他们飞到这边的话，会有潜在的风险跟危险性。全台湾目前好像只有屏东的赛嘉，他们有定了一个自治管理的条例的，其他县市都还没有完成这一部分。那也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积极的目标。园方表示，园区内底有真侪高空的设施，还佫有缆车顶路线经过，就甲讲影响到硬体设施，造成公安疑虑。而南投县府表示，目前针对着飞行伞，只有体育署的无动力飞行运动业辅导办法，不过无法则嘛无强制力，希望中央今日来定专法，管理才有法案的依据。记者南投采访报道。来看婚林的豆辣甲豆南的菜粿哦，是真出名，也毋过人花期拢真欠人工哦。来看有一位姓蔡的农民，伊伫5冬前就开始改种金粿，因为金粿的人花期是甲菜市伫菜粿进前哦，就较无欠工的问题。伊的金粿品质嘛真好，咱做伙来了解。云林斗南甲斗六出产真侪菜粿，毋过因为地方的人口老化，逐当一到人花期，每一骨田拢真无用，都会出现欠工的情形。斗南镇都有一位农友蔡定洲，伊自5冬前开始种6枝金粿，因为人花期和菜粿无共时，来避免抢工的问题。南瓜我如果是元月份种的话，我是2月份开始授粉，所以我会跟丝瓜的擦粉期。就会大家都互相都没有牵挂。通常农民为着赶要种后一期的作物，市面上的6枝金粿差不多拢伫6、7分熟就采收。不过蔡定洲的农园特别等到8、9分熟才会收成，做起来唔那较绵，甜度也较悬。高山地方的他们采收的果实的熟度大概是在6、7分熟，我们大概采的大概都是在8、9分熟，然后吃起来口感就是绵密又甜，很像栗子。来到蔡定洲的农园，会发现涂骹的草敢若拢无啥咧哭，其实是为着要互土肉通降水，互作物需要营养也通保留，才会挑工甲一寡草留落来。连刚刚剪草剪掉，留找我草头，咧后边水分甲甘袂掉，你也想讲剪较曲，伊后边来露天的肥料，搁一寡营养分拢叫留掉呀，安尼就无效呀。凊头啊，为着避免抢工才种的6枝金粿，想要到人客是真喜意也真肯定。即马毋若真做蔡定洲的主要农产之一，对地方来讲也确实减少欠工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沙拉有一条伫高架桥下骹的登山步道，最近是真受到欢迎。徛悬远远啊看街，步道的楼梯是一路看千里哦，就那亲像是幼老版的中国的万里长城。真特殊的风景，嘛吸引真侪游客。专业的摄影师翕了，换少年的乱人来翕。这是台中沙鹿我国道3号高架桥下的一条登山步道。因为徛悬远远看街，步道楼梯一路看千里，那像是一条幼老版的中国万里城，吸引侪民众来这行搭。就是非常干净，而且呢，步道就前后大概2K， 来回4K， 所以我觉得走起来算轻松，然后又有运动到，而且风景也不错。这一条路不用爬那个很陡的楼梯啊，然后比较顺，还不错。刚好上面是高速公路的高架桥遮住啊，这是夏天来应该也是很好。这条登山步道有2公里长，经过沙鹿2乡里。当地里长表示，资本的步道是无啥物人。无想到讲，经过网络名人的分享，观光客一下变加遮济。李长讲，已经欢迎大众来遮佚佗，毋过嘛希望大家发挥公德心，
共同维持环境的整齐。我们这一条步道就是位于我们沙鹿区6路里哈，不知道为什么就网路一po，就现在爆红，就好像蛮多人的这样子。平时的维护就是环境的维护，就是我们6路里的环保志工队在维护的这样子。希望说来这边就是运动游玩的游客可以把垃圾不落地，把垃圾带走。登山步道庆红了后，不管是拢有真侪人来行搭，游客嘛建议会当甲原本停用的公共设施重新征收，那四周边的设备拢设有胶层。那民众使用更较利便，对地方的观光发展嘛是有大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东港的南平社区，最近就推出渔村旅游的行程，有一寡装置艺术会当来翕相，可以当坐摆啊去收蚵仔，现收就现行来食，尤其有耍阁有食，大拢讲真趣味。坐伫山房仔顶头进入蚵仔棚收蚵仔，采收了后，搁爱家己凊现行现食，互外来游客感觉真趣味。因为像我是台北人，我就比较少能够有机会到那个山板上面去做采科的行程，然后现场吃的那个鲜科，就是又肥又饱满又多汁，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行程。这个特殊的行程不是伫大观光地区，是屏东东港的南平社区一个传统的小渔村。因为今年是观光局的脚踏车旅游年，太平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即球要规划一套在地游览行程。那邀请加拿大艺术家来设计装置艺术，佮结合在地传统产业，望社民众来轻松体验渔村的生活。我们用了1年的时间跟在地沟通，也找了专业的这个团队去盘点南平大概到底有什么可以去吸引游客来去做村落的小镇旅游的一个深度旅游的，发现这里面的养殖的。还有这个里面的这个渔村的这种氛围的这个感受是非常吸引人的。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去做着力，持续去作为带动南平2个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虽然收蚵仔对当地居民来讲都是日常生活，不过算是住伫咧都市的民众唔捌体验过的。所以品管处望把在地生活模式变做一款观光特色，向游客来行搭，帮助传统的渔村找到新出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文学家杨贵的纪念馆，最近是加2件新的文物，是大约80当前杨贵的阿兄送予已经过身的前台南县的议员唐德顺的册刀啊，甲结婚的礼物册刀啊。唐德顺的后生嘛，甲这2件珍贵的家具捐予纪念馆，希望要来纪念杨家甲唐家2家伙仔的感情，嘛来丰富纪念馆的收藏。一个册刀啊，已经有强卖80当的历史，阁有一个册刀啊，中面阁倒对日本进口的木玻璃，看起来真贵重。写宋宝夫出名的台湾文学作家杨贵，伊阿兄当初是着甲这2项家具送予前台南县议员唐德顺，这2项文物打拢捐予伫台南新华的杨贵文学纪念馆，未来通丰富馆藏和展览。能够放在杨奎文学纪念馆啊，应该是比较有意义的，能够供大家缅怀先人啊对于这个台湾这块土地的爱惜。唐德顺少年时读新华公学校，毕业时是台南州的第1名，佮考入去苏东时的州立二中。杨贵的阿兄看唐德顺认真读册，真美暖，就送伊一块册刀啊。后来唐德顺结婚的时，杨贵的兄哥又阁送一卡3尺悬的日本式册刀啊来祝福。这2项家具是唐家的传家宝，一直拢真小心的保存，大家由唐德顺的后生捐出来。致赠这2个100年的日式和风家具呢，对我们杨奎馆的意义非常大，因为它关系到杨奎的家族跟他的邻居这个汤先生这个家族，他们是非常亲密的。杨家和唐家虽然无血缘关系，但是感情真亲。杨家也一直真疼惜唐家。当杨贵纪念馆加收藏这2项文物，定定有更较精彩的故事，讲予众人听。记者综合报道。
花莲是全国有机无毒农业上高的县市哦，检验菜色水果农业残留的技术嘛一直进步。最近花莲文销公司就引进一款上新的检验分析的技术哦，利用食物的指纹辨识，会使来验出200多种的药啊甲有毒的物质，咱做伙来了解。研究人员甲市面上看守的金针浸水了后，再搁甲这个水放入去拉曼分析的仪器内底，5分至7分钟，所有物质的数据就会出来。其中二氧化硫的数据是称关几啊百倍，这个仪器拢总会当分析出230多种的药啊，甲有毒的物件。它有内建一些化合物，它自己本身的特征风的指纹图谱。所以只要样品中有秀出这些特征风，我们就可以跟内建的资料库去做比对。花莲是全国上大有机无毒的农业县市，因为安尼伫咧检验菜色甲果子是投入袂少成本，不过用过检验的方式要5天至7天，成本较悬。即马这个仪器只要10分至15分，就会当检验出药啊甲毒物的种类。之前生化法没有办法检出的东西，在这一次的系统就全部都都验出了。生化法的合格率是几乎100%，99点多，可是，在拉曼的检出率就高达到了50%，顿时之间就是它不合格率就升高了很多。这个仪器有法度检验出来的物件是真有路，对农民来讲，检验成功的困难度嘛提悬，不过对消费者来讲算是较安全。其实太严格啊，可是我们生产者来讲，就是你也是要给一个消费者一个交代嘛。这套拉曼公谱农药残留快速体检系统，目前全国敢有4套，宜兰甲华东地区是头一届进驻。检验的费用一件是300块至500块。伫咧华东地区，专门检验菜色、果子，还有稻啊，其他像金针、做药啊等等的食物卖送验。记者综合报道。咱们水库因为土沙上过济哦，水库的空间就哪来哪细。因为即马水位长低，第6河川局就请国军来倒清水库的土沙，望讲雨水来的时阵有较济空间会使欠水。嘉义县大埔乡的闸门水库内底，100多名国军官兵当日无用操作大型机械，要趁即马也未落雨，赶紧清理水库内底土沙。这也是第一次我们在国军在进驻在地方来投入在清淤的这个作业啦他们在这次的一个清淤作业，其实在第一次的的加强这些功能其实对以后的这个清淤的模式，它其实又打下了另外一种的一个基础。虽然是清明连续假期，第6河川局为着要解决长久以来水库囤水量愈来愈少的问题，趁这届可汗请国军来清理水库的积载。因为他现在就是缺水期，那刚好现在就麻烦国军弟兄，总共他们来了140几位，那非常的感谢，要从3月清淤到6月，那这样子我们的蓄水量才会越来越多，然后我们民众才会有水可以用这样子。大埔乡公所表示，闸门水库其实拢伫咧嘉义县内，只是管理单位伫咧台南。公所透过第6河川局甲国军的合作，清理水库的积载，增加水库的囤水量。当雨水来的时阵，就会当互囤水的功能搁再提升。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顶礼拜拜6礼拜是基督教真重要的国节咯。虽然即摆是防疫期间，也毋过各地教会甲信徒嘛是找出侪方式来庆祝，咱做伙来看卖。这是韩国首尔鲁伊都会基督教纯福音教会，信徒由无数传领唱圣歌。因为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波散一波，所以伫今年4月初4复活节礼拜，国教会严格要求入场一定要挂水安，同时人看到大家拢保持一定距离。伫过去这礼拜有真侪重要的复活节活动，自3月28圣之主日开始。根据新约的圣经记载，耶稣和迄当阵的犹太人当作是救世主，所以用橄榄树的树枝甲叶仔来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因过因为和犹太经师万多未同耶稣的徒弟犹达斯出卖伊的师傅，并且鼓励犹太民众要求代表罗马帝国的总督下令甲耶稣甲其他的同嫌犯最近钉伫咧十字架顶头处死。这段故事伫咧天主教徒比例正悬的墨西哥，由信徒伫咧4月初2的受难日，以重演的方式来纪念耶稣的苦难。复活节日期本来是无定论，
一直到第一位信天主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年代，才伫咧第4世纪，甲复活节定做每年春分月圆了后的第一个礼拜日。今年的日期是4月初4。教宗方济各也伫咧初3复活节进前的弥撒内面，勉励信徒爱坚强面对疫情的影响。In questi mesi bui di pandemia sentiamo il Signore risorto che ci invita a ricominciare, a non perdere mai la speranza. 也那同款也是基督宗教的东正教会，因为历法无同，所以今年复活节的日期是5月初2。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去年是共产党正重要人物历年150岁纪念日，罗西亚有一个艺术展哦，请真侪不同世代的艺术家以历年的影像来做出各种的艺术品，嘛会使看出不同时代的社会对这位人物的看法。镜头下拢无头毛、脑喙鬚，有人写字幕啊，这是历史文献或者是教科书内面普遍的列宁的形象。不是前苏联主体俄罗斯。除了莫斯科红色广场的列宁的墓，伫真侪所在也阁看得到前苏联时代所留来列宁的半身或者是全身的像。当然，正伫咧进行的列宁艺术展览也有这种作品。不过，苏联解体了，怎么已经21世纪开始出现各种敢若伫咧乱舞的造型设计，应该进行传统的列宁的人像，甲包括米老鼠等一寡网界角色互相结合。Простых изображений его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деятеля в начале 20-х годов, потом его иконизация, его героизация, и попытка его очеловечить в 50-е годы, потом снова его стерилизация и последующая карикатуризация, которую мы можем видеть вплоть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每年11月初1是共产革命纪念日，伫咧前苏联时代，东欧国家拢是重要的国家庆典。不过，即卖俄罗斯早就取消国定假日。即天除了少数共产党员会去列宁的墓祭拜甲集会，一般人拢袂啥去注意。Ленин сейчас фигура, котор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востребована. Она даже в качестве материала для шуток и юмора уже не работает, она уже не смешная, она превратилась. 有人讲是共产主义思想带头的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不讲人类一定会伫咧拜倒的资本主义顶头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不过，这边的展览作品之一是甲列宁的像，甲代表美国资本主义的麦当劳商标结合。马克思若看到，唔知安怎想。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这个嘛使用来发电哦，咱来看位伫西班牙南部的塞维亚市，当地自来水公司利用春天大出的苦柑仔来发电。这个苦柑仔经过发酵，会使对果汁内底取得甲烷哦，来提供发电设备的电力，嘛会使互水变清气。若是到春天，伫咧西班牙南部的塞维亚，人行道边啊种上万丛的苦柳丁树就开始开花结籽。会叫做苦柳丁，就是因为食起来苦搁咸，而且这个柳丁若熟了落来，可能会讲着人，若互人打着且爱过烂去了，也佫有臭酸味，互人挡袂牢。当地政府就请200多人来搬这个柳丁。En ese sentido, nosotros veíamos que, por ejemplo, la naranja, que ya solo se utiliza de una manera residual para la producción de mermelada, esta naranja amarga, que por cierto, bueno, pues en el Reino Unido es muy apreciada, ¿no? Históricamente, bueno, pues tenía posibilidad de tanto el zumo como lo que es la cáscara combinada, digamos, añadida en un proceso que ya veníamos desarrollando de tratamiento de los lodos de las aguas residuales. 伫以前，这寡苦柳丁建过了，其中一部分会出口去英国，加工做做果子酱，真诶就拢全部淡掉。即嘛，政府有一个想法，就是将这寡废弃的水果摕来再利用，经过处理摕来发电。Es un proceso muy sencillo, es un proceso que no requiere ningún tipo de aditivo y es un proceso ambientalmente controlado y realmente es un proceso que cierra la economía circular de un residuo urbano y que además supone que esta instalación contribuye a la mitigación del cambio climático a través de la autosuficiencia energética. 每一档苦柑仔丁会当产生50千瓦的电，会当将近5户人家一天的电力。若是规个城市所有苦柑仔丁拢会当回收摕来发电，就当互73000户家庭用。未来也佫会当把这款电用伫咧大众运输系统。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
今仔水气减少哦，各地拢是侪分好天，日时的温度会淡薄回升，也毋过拜四哦，会阁有第二波的东北季风，天气会阁变较较凉冷哦。咱做回来看今仔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